家好，今晚係高方婷同你睇天氣。我哋先望望衛星雲圖。菲特今朝登陸之後，迅速喺內陸消散，同菲特殘餘相關嘅雲帶正係逐漸擴展至廣東沿岸地區。天文台今日錄到嘅氣温係介乎25.5到32度，而受到乾燥東北季候風影響，尖沙咀天文台今日錄到嘅相對濕度最低只有45%，而而家嘅氣温呢係28度，相對濕度55%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預測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26到30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隨後2-3日，部分時間會有陽光。環保署預測嘅空氣污染水平係中等至到甚高，而預測聽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啦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去其他城市睇下天氣。澳門係明朗，廣州係多雲。廈門、高雄同台北都有驟雨，上海有雨，北京同埋瀋陽都係天晴，首爾有雨，巴厘島天晴，雅加達有雨，新加坡有雷暴，吉隆坡有驟雨，曼谷有雷暴，胡志明市係有雨，馬尼拉有雷暴。澳洲嘅墨爾本、悉尼同布里斯班都有驟雨，惠靈頓有雨，奧克蘭有雷暴，孟買有驟雨，卡拉奇同新德里天晴。美洲嘅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同芝加哥多雲。去埋西岸睇睇，溫哥華有雨，三藩市同洛杉磯都係天晴。最後係歐洲方面，倫敦、阿姆斯特丹、法蘭克福同蘇黎世都係多雲。最後啦，同大家去日本睇睇超強颱風丹拿斯嘅動向。今日吹襲沖繩島嘅丹拿斯，中心附近最大嘅風力達到每小時185公里，預測向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係34公里，橫過東海，大致移向日本一帶。預測啦，聽日九州會有狂風暴雨，最後幾日丹拿斯將會逐漸減弱。不過啦，佢帶嚟嘅暴雨將會由南到北影響住四國同埋本州。即刻睇埋日本聽日嘅天氣預測。預測啦，大阪係多雲，而東京咧都係冇乜陽光。今晚天氣我哋講到呢一度，晚安。